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过去有一个笑话话，有人甲国文写一个伤过开，看作是国门口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国文的国，读国国第三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国的意思是远远看、越头看、注目看，咱讲看国。另外嘛有守护意思，咱讲照顾。各方面拢照顾会到，咱讲是兼顾。也有管理照顾，咱讲看顾管顾。另外，还有看门的人，咱讲是顾门。古早暝时咧巡逻守家的人，咱讲伊是顾家。也有对家庭真照顾、足负责任的人，咱讲伊足顾家。注意家己身体状况，咱讲是顾性命。若消费者人客，有人讲顾客。若是讲敢若关心注意某一件代志，咱讲是顾安怎？像讲有人顾讲话，嘛有人说顾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看顾，意思是照顾，嘛有请养的意思。像讲阿明是阿嬷看顾大汉的。第二个词读做顾人怨，意思就是互人讨厌、互人气嫌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阿明去踅百货公司精品店，店员为头到尾一直伫伊身躯边观前顾后，敢若一直咧甲看顾，害伊足无自在。若是无买，烦恼讲伊会足顾人怨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顾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